去月球、去火星，最終去到其他行星系統。我認為我哋應該始終將意識，即係我哋所知嘅生命視為脆弱同微妙嘅，因為據我哋所知，我哋唔知道其他地方仲有生命。你知啦，成日有人問我哋當中係咪有外星人？我會話我就係其中一個，或者你係來自未來，佢哋唔信我。好，咁所以如果有人知我哋有啲外星人，嗰個一定係我。我哋喺上面有9000粒衛星，從來冇一次需要避開外星飛船，所以我唔知點講。底線係，我認為我哋需要假設生命同意識係極其罕見嘅，可能只有我哋。如果係咁，我哋就需要盡一切可能去確保意識之光唔會熄滅，因為實際上我嘅睇法係，我腦海中嘅畫面係無盡黑暗中嘅一支微弱蠟燭，一支好容易就會熄滅嘅意識之燭。呢個就係點解令生命成為多行星生命好重要。咁樣如果地球發生自然災害或者人為災難，意識仲可以延續落去，呢個就係 SpaceX 嘅目的。